全地啊，着对上主欢呼，着欢欢喜喜来敬拜上主，着唱俄勒的诗歌来到伊面前，着知上主是上帝，伊创造咱，咱属伊，咱是伊的子民，是伊牧养的羊群。即时，咱要做伙来唱圣诗第569首，我做耶稣的羊歌，请大家起立。请咱游玩徛地，用四道圣经来做咱的信仰告白。我信上帝，天两个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并在圣女玛利亚出世，以本着比列岛人来受苦，并是日过死埋葬，母。第三日，对死人中高活，主天他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，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，公共的教会，圣徒的相通，罪的赦免，肉体高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免，请坐。即时咱要来启用，伫圣诗的后壁面第30篇，也是记载伫圣经诗篇第121篇。我来启，请大家来印。我夜头看山，我的帮赞对上主来，伊袂互你绊倒。以色列的保护者袂拄眠，上主是你的保护者。日时日头袂伤你，上主会救你脱离逐款灾难。你出你入，上主会保护你。咱做伙额头来祈祷，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，互阮平安，搁过一礼拜，互阮搁定心来到主你的圣殿来敬拜俄勒，听你所要甲阮讲的话语，互阮伫即段时间，无论是心情欢喜也是艰苦，
身躯有痛苦也是病痛，拢会当伫你的话语中，重新来得到安慰，甲得到快乐。嘛求主你看顾阮，因为阮犯了罪，阮常常用毋对的方式来行家己的道路。阮看见即马世界咧战争，国家有无公义的代志咧发生，致到阮嘛常常感觉失望累志。求主你，互阮会当搁诚心一解到你的面前来认罪悔改，互阮家己看到家己的歹，愿意调整改变家己。也求主你使阮有一个清气的心，互阮伫看到遮无公义甲毋对的代志的时阵，会当用疼心来讲诚实话，彼此提醒，彼此扶持，互大家和好，做和平的使者。互阮会当哪来哪像你，嘛求主你怜悯阮，会当来赦免阮。阮嘛求主你看顾阮的教会，无论伫过来的暑假有任何的事工，也是伫关怀中，求主拢会当互阮诚做器皿，诚做你的好的使者，来成就你美好的作为。互阮教会诚做大家意爱来的教会，嘛互愈侪人甲未信者拢会当看到教会，行入来教会来认捌你。求主你看顾阮续来的礼拜，保守阮每一个人的心。透过牧师的讲道，用你的话语重新启造阮，嘛互参加礼拜的人，无论伫现场还是伫线顶，拢有你满满的祝福。阮安尼恳求祈祷，阿免。这是咱请圣歌队。Jesus.
即时咱要看上帝话记载伫圣经哥林多后书12章第2节到第10节。哥林多后书12章第2节到第10节。我知有一个信基督的人，伫14年前，互主带到第三层天。我毋知伊的身躯有上去，还是简单看见异象，只有上帝知。我知有一个人受带到乐园，伊的身躯有受接上去，还是简单看见异象，我毋知，只有上帝知。伫遐伊有听见用话袂当表达，用喙袂当讲出的事。我要等即个人，毋过我的软弱以外，我袂为着家己等。第6节，其实我若要等，嘛袂算是空坎，因为我所要讲的是事实。毋过我要等家己，才免人对我的评价超过因所看见、所听到的。为着要互我，因为有看见真侪的启示，直到自果得意。伫我的身躯有一支刺，亲像撒旦的使者在甲我苦楚。互我袂想自果得意，为着即项代志，我捌3遍恳求主，互迄支刺离开。伊应我讲，我的恩典有够通满足你的需要，因为你软弱的时，我的气力才会当完全发挥。因为安尼，我特别爱夸口我的软弱，通互基督的气力点伫我身上。为着基督的缘故，我甲软弱、侮辱、困苦、艰难、甲迫害看做好，因为我啥物时软弱，迄时就坚强。今仔日牧师要甲咱讲的题目是软弱中的力量。请咱同心来祈祷。主，阮感谢你的听，当阮每一摆会当三字经点伫你的圣殿的时。阮学到你的作为，无论阮点伫软弱的时，点伫坚强的时，阮拢深知人生一切的事，在伫你的掌权下面。愿阮带着信心，继续向前来跑走。点伫每一个时刻，阮搁较高我靠你，也拿得着上帝你的恩典甲祝福。当心伫遮献上阮的祈祷，靠耶稣的性命来求，阿免。那这大家平安。一个真出名的拍 tennis 的选手 Roger Federer 费德勒，伊前几礼拜踮伫一个大学毕业典礼中间发表一个演讲。伊是一个真伟大的选手，毋过伊对所有的少年人分享几项重要的代志。伊分享头一项讲，人一定爱非常的努力。才会当看起来一点拢无开啥物开力。就算讲你有真侪才调，你有真侪温书，总是人拢需要不断付出、不断训练、不断努力，才会当互人看起来安怎看拢足轻松的。过来，伊佫讲第2项事，伊佫讲拍遮尔侪比赛吼，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，伊讲这不过。就是干那1分尔。无论拍了偌精彩，还是无法度救着迄粒球，无论安怎，这都是简单1分尔。最后伊佫讲，无论安怎，比赛永远会结束。人生上界重要的是，除了球场以外，还佫有真侪重要的事需要去敲吹。结束就过去啊。咱会当阁继续向前来行。伊咧讲遮个事的时阵，伊咧表达一项事，踮伫一个一直充满比较、竞争的世界，逐个人拢想要有阁较侪开力，逐个人拢想要赢，但是咱面对一个真重要的现实，就是咱一直咧失去侪，一直咧失去，无论是随着年岁的加添。会失去体力，会失去身体的机能，但是无论安怎，
咱是一直学习，甲咱失去遮个物件会当做伙，会当面对软弱，咱才有法度得到新的气力，踮伫每一个时刻继续向前来跑走。伊讲遮个话也咧表达讲，有时踮伫即个比较的世界，咱敢若注重咱拥有偌济气力，却袂记哩面对失去的时阵，咱才有法度看见一个搁较宽阔的世界。这是一个拍天尼斯的选手，伊踮伫伊的人生中间到伫一个坎站，伊所做的回顾。保罗踮伫咧面对侪人的攻击，以及牧养教会的过程中间，嘛哪亲像咧拍一场搁一场的比赛共款。伊一直甲遮个人对话，嘛一直咧鼓励教会兄弟姊妹，咱到底要怎样继续跟对上帝行头前的路？踮伫哥林多，伊有一场搁一场的比赛，到底伊面对什么款的对手咧？圣经学者对咱讲，伊有可能拄着几个无共款的对手吼。头一个对手是，遮个人就是犹太主义者。就是追求讲，你一定爱成做犹太人，才会当得到上帝的拯救。所以伊要求讲，所有外邦人就应该爱甲管遮犹太人共款。头一个有可能面对遮个人，第二个，圣经学者嘛对人讲，因有可能所拄着的对手是特别想要追求属灵文书的人。侪人有真侪属灵的文书，会当行足侪神迹奇事。圣经学者讲，保罗也有可能面对的是遮个对手。过来，阁有一寡人，伊宣称讲家己拥有超自然的能力，所以互人称作超级使徒。嘛有遮个人成做保罗的对手。咱感觉安尼就结束啊嘛？嘛无。踮伫希腊化的世界中间，阁有真侪追求知识的人，认为爱有知识才会当得到救，所以因也徛伫保罗的对手。所以通过哥林多的书信，哪亲像咱会当想象，就是保罗甲遮个人一直踮伫遐，一球一球踮伫遐咧拍，想要得到胜利，但是愈拍的过程中间，愈发现安怎？无论偌尔啊直接去回应，敢若阁有一个对面阁拍过来，敢若无法度解决遮个问题。伊发现讲，人一直想要追求气力，人一直想要追求，我爱拥有阁较侪气力，我才会当赢。但是，就算讲安尼，咱想要愈来愈侪气力，敢真正有法度赢吗？敢真正一定有法度得到胜利吗？保罗无论面对倒一款的对手，伊发现，如果我一直想要追求的，就是要踮伫比因搁较有才华，比因搁较有文书，也是比因搁较有才华，一切气力，无论安怎拍，拢无法度赢。伊也发现讲，其实这也是伊认捌基督进前伊的人生所行的路。伊的人生是安怎？阁会记哩？伊撇开基督徒无，阁会记哩伊大发热心，咧迫害遮个人，也通过迫害遮个人，伊会当得到好的地位，会当得到好的成就。所以，若是保罗咧面对遮个人的时阵，伊大声讲：恁敢知？我有设立偌济教会，我有引带偌济人认捌耶稣基督，我有捌医治过偌济人，我有偌济神迹的时阵。遮个人敢真正会相信伊吗？当伊若是一直咧强调，一直咧点讲，你看，我是一个受过真完整训练的人，我是一个设立足侪教会的人，我是一个行出真侪神迹的人，伊敢安尼就会当赢吗？恐惊伊为造成的是搁较侪的对立，无论伊安怎拍过去。对面的球就是会，佮继续拍倒转来，就踮伫一直拍的过程中间，无论安怎拢无法度结束。虽然看起来这踮伫比赛的状况敢若袂歹，但是伊必须来问一个问题：到底
踮伫伊的心内底，伊想要看见的教会是甚物？伊想要看见的教会是逐个人都踮伫遮，等家己的困难就好啊嘛。就是咧追求讲，我比你搁较厉害，我会当赢过你，都敢若安尼难尔吗？保罗咧面对的是，伊到底要追求一个甚物款的教会？所以伊才会告别讲，若是要爱夸口就要安怎？若是要爱夸口，就爱夸口主的作为；若是要夸口，就要夸口的是耶稣基督如何踮伫咱中间所做的。当伊讲即句话的时阵，伊所咧对抗的是每一个人的人性，因为人拢会想要夸口家己，敢毋是？夸口家己是真简单的一项事，咱拢会当讲诶，我就是比别人搁较厉害，我就是足有才调，我就是安怎。夸口家己是真自然的一项事，但是耶稣基督所夸口的是啥物？耶稣基督所展现踮伫咱面前的是啥物？受到攻击，受到指责，受到鞭拍，互人定死。这是耶稣基督所展现出来，伊所行过的路。伊也邀请咱每一个人，每一个愿意跟对耶稣的人，行伫这条路的顶悬。但是咱嘛知，耶稣敢真正遐尼坦然咧面对这个路嘛？佮会记你踮伫克西马尼园无？面对受难的迄点，伊安怎讲？主啊，若是会使，互我莫啉这个苦杯，敢毋是？其实伊也有一个期待，对耶稣基督来讲，伊也有一个期待。伊期待讲，上帝你的困难安怎？会当赢过这一切，赢过这一切世界的对立，赢过这一切世界的力量。伊也有这个期待，但是也踮伫迄个时刻，伊发现啥物？若是这是你的心意，愿我真正学习顺服，遵照你的心意，毋是照我的。也就是因为安尼，所以保罗行伫同款的路，受鞭拍，互石头钉，互人落伫家里，拄着侪侪危险。保罗哪亲像愈体会着讲，当我咧感受遮的临足、遮的撇开的时阵，我嘛共款行伫一条跟对耶稣的道路中间，看起来是软弱，却有真正的力量。所以现在，伊面对哥林多教会遮尔侪声音，遮尔侪无共款的意见，对伊的指责，对伊的无信心。对伊的质疑，虽然伊有侪侪心内底的艰苦，但是伊重新转到耶稣的眼讲，伊期待看见一间无搁分裂的教会，伊期待看见一间会当带来医治、带来和解的教会，伊期待看见一间真正会当宣扬福音的教会的时阵。受苦哪亲像对伊来讲，无算做是甚物啊？这是保罗踮伫哥林多教会所拄着遮的对手。今仔日的教会文化，当然甲哥林多教会有真侪无共款，但是人性顶悬的追求，老实讲，无论经过几千冬，咱拢犹原共款。当咱读遮个圣经节的时阵，咱嘛咧面对一项事。老实讲，咱拢期待，咱所要追求的一个上帝是一个啥物款的上帝？是一个会当互咱有气力的上帝，是一个互咱有气力会当赢过侪侪软弱的上帝，互咱会当掌握一切的上帝。咱期待一个上帝是当我来追求伊的时阵，伊会当赐予我新的气力。当伊赐予我新的气力的时阵，我就会当看见侪侪无可能的事，真做可能。侪侪拄着患难，我随时会当赢过。咱咧期待的是一个充满力量的上帝。有一个身心障碍者的作家，伊本身
一定爱坐轮椅。啊，踮伫教会内面，伊发现讲有几个兄弟姊妹共款，甲伊拢需要坐轮椅。后来因组成一个团契，彼此咧分享。踮伫分享的过程中间，伊逐摆拢讲，伊讲吼，来到伫教会，足侪人会甲阮遮的必须爱坐轮椅的人讲，只要你祈祷正确，只要你搁较有信心，你的身体就安怎，一定会当得到医好。踮伫教会内面，伊一直听到遮个声音，所以伊讲这个团契，讲这个有障碍者的团契，就变做讲因足期待，是主敢会当医治我。所以，这个作者家己分享讲吼，伊开足侪当的时间，想要互家己的信心会当得到成长，通会当说服上帝讲，上帝你敢会当行出超自然的神迹，互我安怎爬起来行？伊一直咧期待，但是安怎？事实上是怎样？事实上就是上帝留一支刺。踮伫伊的生命中间，无论伊安怎追求，伊安怎认真祈祷，安怎认真想要参与服侍，这几个兄弟姊妹犹原是继续必须爱倚靠轮椅来行路。所以，因每一摆三主日的时阵，因也做伙敲找信心，做伙祈祷。到有一日，因有一个朋友同款。伊必须爱坐轮椅的一个朋友，伊做出家己的见证。伊家己告别讲，老实讲，我无放弃有神迹发生的可能性。但是这个朋友佫讲，这几年来吼，我愈来愈期待家己的牧师，莫伫公开的场所为着我会当得到医治来祈祷。大家听了足奇怪啊吼！这个有障碍者的人，伊家己告别讲，伊愈来愈期待讲，牧师莫伫公开的场所为着我会当得到医治祈祷。大家人听了足好奇的，伊佫进一步来讲，伊讲，当所有人踮伫教会中间，一直真热切为着我会当得到医好祈祷的时阵，哪亲像讲，遮个兄弟姊妹有一个态度，就是我一定要改变。因为我若是无改变，就安怎？因为我若是无改变，就代表讲，咱整个教会祈祷拢无效。所以伊发现讲，就是哪亲像逐个人踮伫遮真热切咧祈祷的时阵，就是望我一定爱改变，才会当互大家接受。但是事实上，我犹原是干那会当靠着轮椅。啊！伊佫继续讲，我的存在踮伫即款态度里面，哪亲像就是代表讲，逐个人的信心无够呀，所以我袂得到医治。人无法度接受我是一个软弱，我是一个叛变的人，因为这提醒讲，所有的人拢是软弱的，逐个人无愿意接受家己的软弱。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阵，我心内底就得到真大的反省。逐个人拢期待，咱会当得到坚强，咱会当成功，咱会当得到力量，咱会当成做一个所谓的人生胜利组。咱期待军队耶稣会当一切拢足顺利，哪亲像我一定爱拢足顺遂，上帝才是丰盛的，上帝才是一个有能力的。但是颠倒边。如果咱无遐尼完美咧，如果咱是软弱的咧，我相信大多数的兄弟姊妹拢有一款经验。当咱咧陪伴济受着艰难的兄弟姊妹，也是无论是精神的状态无法度改善，也是长期踮伫病痛的中间的时阵，因心内底伊一直有一寡负面的感受。这个负面的感受，互每一个陪伴的人会安怎？你愈来愈感觉无遐尼舒适，你愈来愈感觉讲，我敢会当
莫阁陪伴伊，我敢会当赶紧离开这个状态。就是当咱咧陪伴遮每一个艰苦的人、病痛的人、心灵困难的人的时阵，咱会足想要讲，敢会当赶紧解决这个问题？这个问题敢会当赶紧解决？因为咱无介意，就是简单来讲，咱无介意啥物输的感觉，咱无介意输的感觉，无介意软弱的感觉。所以上帝，你赶紧来帮助伊，赶紧来医治伊。就一直祈祷讲，上帝，你为什么不爱出手呢？啊，是毋是？啊，咱的牧者无够有气力，是毋是？咱的教会祈祷无够热切？咱会一直陷入这个处境中间，实际上是安怎？咱每一个人无愿意面对家己的软弱。因为这个兄弟姊妹的病痛，这个兄弟姊妹的软弱，提醒咱啥物？咱有一日有可能安尼，遮的困难提醒咱，有可能咱家己也有类似的软弱，也都是因为安尼，为着要避面对遮的软弱，咱一直想要接近讲，啊，有啥物人祈祷足灵的，有啥物教会看起来足复兴的，咱一直对遐的所谓成功人、成功人士的讲法，完全接受遮的成功人士的讲法，无想到讲耶稣是啥物？耶稣是啥物形象？无想到讲耶稣自头到尾拢是一个面对软弱的人。耶稣会当有气力，但是伊选择用软弱的形象展现踮伫咱的面前。这也是保罗踮伫咧面对哥林多教会一直咧对付的。咱毋是要追求一个有气力的款式，一个勇壮的人，是我会当帮助你，是我要赢过你。保罗一直咧面对这个试探，所以到伫今仔日咱所读的这段圣经中，伊共款讲家己的故事，但是伊毋敢讲家己，咱有发现无？踮伫12章，伊讲我知有一个信基督的人，踮伫14年前，互主带到第三层的天。伊讲伊知有一个基督徒，事实上伊咧讲啥？事实上伊咧讲家己啊，就是伊想要表达这是伊家己，但是伊用一个第三者的角度来写这段话的时阵，伊就是咧对方讲，莫去展现伊家己，但是伊嘛想要互教会知影，若是要甲遮所谓的足有灵验的人，超级使徒来比较，家己并无有啥物输的吼。但是遮的外在的物件，拢是人所想要起造迄个重重的壳，就是要起造一个壳来保护家己。这个壳就是为着要互家己的软弱，莫显现出来。咱无愿意面对讲，我是一个软弱的人。但是无论安怎，咱知影愈长的壳，拄着风暴，拄着济困难的时阵，愈长的壳会安怎？永远拢会破裂，永远拢会有必顺出现。无论咱想要偌尔勇壮咱家己，事实上，咱无法度赢过生命真实的面貌。所以保罗最后伊才会真清楚讲。我3摆恳求主，互这个刺会当离开，但是安怎？这个刺并无离开。然后上帝甲伊讲，我的恩典是也你用啊。我的恩典有够通满足你的需要，因为你软弱的时，我的气力才会完全发挥。所以保罗才会讲。我特别爱夸口我的软弱，通互基督的气力踮伫我的身上，通显明出来。这句话咱拢真熟悉，愈软弱
就愈会当体会基督的快乐。但是咱一直咧对抗讲，我敢会当卖遐尼软弱？咱无愿意接受别人的帮衬，咱真惊麻烦别人，因为咱无愿意，互咱的软弱显露出来。但是当咱看见显露、看见家己软弱的时阵，咱才真正会当互耶稣基督的恩典围累啊！所以咱看见保罗所对咱讲的，一边是起造真勇、真强的壳，甲咱家己包伫内底，咱感觉踮伫遮是安全的。但是保罗也讲，我所要行的是另外一条路，这条路是啥物？你共款有一个物件甲你包伫，这个物件是恩典。壳甲恩典的比较，壳会破裂，但是耶稣基督的恩典会亲像一双手一样，将咱活咧，将咱活咧围累，互咱知影讲，你的软弱是会当显明我的坚强。就算讲你踮伫病痛、踮伫软弱的时，我的恩典犹原甲你相伫地。无论现主时的咱，踮伫咱心灵的软弱，踮伫咱身躯的病痛，踮伫咱面对济可能工作失败，面对济人的攻击甲质疑的时阵，这句话一直咧提醒咱：什么时阵咱软弱，就什么时阵会当得到坚强。佫转来头拄仔迄个家己个别信仰的朋友，伊讲我无愿望牧者踮伫公开的场所为着我祈祷，但是我感觉我期待大家人会当学习另外一款祈祷的方法。这个祈祷是为着我踮伫轮椅顶悬的生活来祈祷。有可能我无法度得到上帝真奇妙的医治，互我重新爬起来行。但是大家人会当为着我，甲我的软弱做伙来祈祷，互我得到气力去面对未来的生活，也互为我会当听候迄个踮伫上路尾一定会来临，带我赢过胜利甲痛苦的上帝。为着这项事来祈祷，为着我所相信的上帝必然会当带着我赢过死亡甲痛苦来祈祷。这款的祈祷，伊期待，毋但对我，也对整个的教会兄弟姊妹来讲，咱会当正做一体，踮伫软弱的中间，咱会当看见什么是真正的得胜。所以，踮伫哥林多后书内面，保罗用足济这个字眼来描述家己。咱会看到软弱，但是咱嘛会看见服侍甲受苦。这看起来是同款的。当你软弱的时阵，愈知影什么是服侍；当你愈知影为着别人、为着上帝来服侍的时阵，也愈会当体会什么是受苦。但是保罗除了写这以外，佫有颠倒边的一寡字哦。这个字就是伊会表达讲有能力、有喜乐、有夸口，都是踮伫面对咱的软弱的时阵，咱会当有真实的服侍。有真实的服侍，当然爱面对受苦，但是踮伫每一个受苦的过程中间，会有新的快乐，会有喜乐。这个快乐甲喜乐，是我会当夸口的，是耶稣基督的生命。踮伫我的生命中间显露出来，愈踮伫软弱中间，咱就愈得到快乐，愈知影什么是服侍，就愈会当得到生命的喜乐，愈经验受苦，就愈经验上帝的恩典。所以，一个传福音的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款的人呢？一个传福音的人，会是一个面对生命软弱的人，
是一个会当面对生命软弱的人。咱毋是显一个你看，来信耶稣一定会足顺利，来信耶稣啥物拢成功，所以你应该爱信耶稣。咱毋是安尼咧传福音的。一个传福音的人是面对生命的软弱，是面对着济有足济项事是超越过家己想象的，咱才有机会见证上帝的荣光。这一两礼拜中间，我收到一个小朋友想要接受健身的报名，伊还未小学毕业，大家人都咧讨论，到底咱健身咧敢有年纪的限制无？大家人就开始咧想，到底几岁才会当受洗咧？小会意见就是，牧师你先甲这个囡仔了解一下。甲即个囡仔嘛，甲伊的爸母做伙先了解，到底因咧想啥物。好，迄天我就甲校长，甲即个小朋友踮伫遐，甲伊的爸母做伙踮伫遐咧分享。因甲我分享一项事，因讲，因为现主时，咱的教会收圣餐的时阵，知影踮伫主日迄边共款咧收圣餐。张干牧师踮伫迄边咧带主日老师收圣餐。所以其实所有的小朋友拢会看到，讲，而且老师会当食饼，伊袂当小朋友袂当食。一摆两摆，团导嘛甲我分享，头一摆，这小朋友拢感觉讲，这乱就是毋知影要创啥物，就乱吵吵。但是一摆两摆了后，团导嘛甲我分享讲，伊看到这小朋友，因认真踮伫遐咧听候。踮伫遐，就咧听候遮个老师领受圣餐，嘛踮伫遐，咱因分享洗礼的意义。所以到呾，伊讲，伊想要接受洗礼。因为这个小朋友本身是一个语言有小可发展迟缓的囡仔，所以其实直接甲伊问，伊无法度讲遐清楚。我就出一个作业互伊，讲无你转去写一篇作文互我看，写一篇你为虾米要接受洗礼的文章，交转来互阮看卖。前几工伊甲即篇作文交互我看了足感动的。伊认真因为看到收圣餐，伊家己去问，到底圣餐的意义是啥物？嘛咧问家己一个问题：伊来到伫教会，伊介意来教会，伊真欢喜会当参与踮伫主日学中间的服侍，所以伊想要接受洗礼。这互我得到一个真大的鼓励，因为我是一个从来毋捌上过主日学的人。我高中才去教会，所以其实主日学对我来讲是完全空白。我毋知影到底主日学是啥物款的情景，所以有当时为虾米牧师无咧教主日学？因为我实在毋知影到底安怎教主日学。但是我看见咱的主日学，咱的老师有真好的服侍，有真水的服侍，互遮个囡仔，就算讲咱也会当理解。若是一个可能踮伫发展顶悬有小可较慢的囡仔，踮伫学校中间无一定会受到遮答，但是因踮伫教会内面，会当受到鼓励，会当受到遮答。所以我甲校长分享讲，现在伊嘛通过上课，咱小会游玩教咱的历史，咱就共款问道理。咱会当为着伊受洗礼，但是过来咱嘛要面对后一项事。后厝可能有足侪小朋友想要受洗对无？因为即马都看到讲，为虾米这个会当食？大家拢会当食。颠倒边咱就开始来想一个问题。所以咱每一礼拜做主日学，每一个礼拜主日学教育，其实是咧传福音。为虾米咱一定认为讲，遮个囡仔大汉去到伫青少年，到伫一个年纪，因才决定因要接受洗礼无？如果因踮伫遮尔细汉的时阵，因知影讲耶稣是啥物人，
遮个主角老师会陪伴咱认真的教育，或者囡仔会当做出家己的决志的时阵，咱到底为虾米会受到讲啊？一定要到几岁才会当说？因为老实讲，法规内底无写讲到底几岁会当受洗。啊，其他的教派拢是小朋友都已经行洗礼共款领受圣餐。咱也咧面对遮个事，但是如果教会会当继续向前行，为对开始，对每一个人感觉软弱的人的性命显露出来，对一个小朋友的性命，咱会当得到鼓励。对一个咱认为是可能踮伫发展顶悬有小可欠缺的囡仔，但是伊踮伫教会内面得到成长，踮伫教会内面伊愈来愈得到进步，这敢毋是上大的神迹嘛？咱求的毋是上帝，你马上互伊的问题会当完全得到解决，但是伊踮伫教会内面一步一步，愈体会耶稣，愈认捌耶稣的恩典，伊愈得到成长。这个生命，互咱每一个人得到祝福，也得到鼓励。耶稣的手，毋是干那拍开，也是定做火。耶稣是完全无任何的封闭。耶稣的手是安怎？互枪所插过。耶稣的手是有孔喙的，毋是一个有气力的显现。毋是一个一定要真勇壮的显现，这双手将咱每一个人求做伙，咱会当成做一个充满疼、充满意志、充满和好的教会。咱做伙向前来跑走，也踮伫向前跑走的过程会不断见证。咱踮伫什么所在软弱，咱就踮伫什么所在。得到真实的坚强，耶稣的气力永远带咱向前行。请咱来看我所写的这段话，软弱中的力量。盼着重重的壳，一步步往顶悬来爬。闭伫内面，掠准是安全。风暴来临，东倒西歪。光见的壳，愈看见必顺。软弱甲伤痕，是你稳定的记号，是我幸福的心志。你的双手庇荫着我。软弱中的气力，急碰中的光明，黑暗中的暗网，盼着生命中间的一支刺。步步向前，站站稳妥。踮伫什么所在软弱，咱就踮伫什么所在会当得到气力。随时踮伫咱的教会，踮伫咱的身躯边，拢有缘有济人踮伫身体的欠安，踮伫心灵忧伤的中间。求上帝帮助咱，当咱为着因祈祷。除了期待上帝会当医治因济软弱甲病痛以外，也帮助咱，互咱踮伫彼此的软弱中间，做伙向前行。有一日，咱也会面对咱的软弱，但是当咱软弱的时，会记哩，兄弟姊妹，永远咱是相陪伴的，咱是永远会当继续向前来跑走的。请咱做伙透过这首圣诗，成做咱的回应，施恩上帝，荣光上帝。咱同齐来吟。施恩上帝，起敬歌颂上帝，属灵力可真行雷，愿圣历代施行会去世间，南顶开去会泪水。
去，面对挑战和极限，面对挑战和极限，我若为着当记刻，一步一步不停步。美丽较爱了最个安全，自我为何改世？风不来临，当到塞外，讲个较那白你，讲个较那白你。我所不断就甲相分，是上自分的记号，是我幸福的有你的心情，你双手紧抓无好，乱足力量天劫旁中，暗中不忘自己情，步步站站做阮强，带阮行总个目标，坚信坚勤困做工，亲自基督之间自开家，好受了的头帮，主管智慧，主管勇气，无可你甲人失望，无可你甲人失望。求愿拖你乱将基情，痛过罪恶分不记，因你救赎已经大下本事，最关天更高之时，主管智慧，主管勇气，敬管敬拜服侍你，敬管敬拜服侍你。放心来祈祷，主耶稣，阮感谢你拯救阮，互阮通成做你的囝儿。你接纳阮，毋是爱阮成做一个看起来真坚强、真有气力的人。你接纳阮，是互阮会当真实坦然踮伫你的面前。虽然阮会拄着软弱，是心灵的忧伤，是身躯的病痛，有济失败围雷踮伫阮家己的生命中间，总是阮知。阮愈软弱，你的恩典就踮伫遮愈显现出来。愿主用你的双手围雷着阮每一个人，互阮踮伫你内面，阮得着新的气力。也愿你祝福阮的教会，互阮会当踮伫彼此扶持、彼此担当软弱的过程，见证你的荣光。是主你成做阮的主宰，带阮向前行。愿阮踮伫步步站站，拢看见你稳定的记号。同齐祈祷，靠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咱同齐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恩典。
者，咱来看几项教会消息的报告。咱即礼拜圣经学堂的进度会进入教伫士书记第7章，所以嘛邀请咱大家会当做伙踮伫拜三来读上帝的话语。好，第一项报告，咱本周是部会周，咱会踮伫后主日第2堂礼拜后来召开中集会，所以嘛请咱的同工会当注意遮资料爱交的时间。过来第2项，教育部甲妇女团契踮伫即礼拜拜六上午9点到11点，要做伙举办即个银法师应该爱知的法律详细吼。会踮伫对面的伊丽莎白纪念教堂，咱邀请邱佩恩律师吼。所以咱即礼拜拜六7月13上午9点欢迎咱有兴趣的兄弟姊妹会当来到伫伊丽莎白纪念教堂来参与。过来第3，咱教育部嘛踮伫7月21下晡对12点半到2点半要举行谈心工作坊吼，所以嘛欢迎咱会当来报名。好，过来就是咱踮伫即个暑假，咱有几项迄个教会要进行的工程嘛，请咱会当做伙来关心。头一项是咱教育大楼这边吼，咱教育大楼这边迄个中央空调，因为迄个主机伤过老化，经过足侪摆维修了吼，常常咧故障，所以咱会踮伫最近来换一台新的空调主机。第2项就是咱对面社区发展中心2楼的主日学教室吼，咱要对7月底开始8月份，大概8月份开始会做一个较大的修缮的部分吼。主要有做影片吼，咱会当来看即个影片，互咱知影讲因到底要安怎来做处理吼。迄边的窗仔门，因为即个宽度吼，小朋友其实会无安全，所以咱要换一个互伊较悬的，至少小朋友的高度袂出去。来这边围墙有迄个裂痕、人工老化的部分，拢会做一寡处理。
大概目前按算总费用是354万所以嘛，请咱踮伫祈祷甲奉献的过程中间，会当做伙来支持这个工作，互咱的小朋友真正有一个较舒适、较安全的空间。咱嘛看见这几年来咱的小朋友其实愈来愈侪吼。愈来愈侪小朋友会当踮伫咱中间，咱期待通过即边的整修，咱会当起造一个更较好的空间，互儿童未来嘛有无共款的族群会当来运用即个空间，所以嘛，请咱踮伫祈祷甲奉献的中间，同齐来支持即个事工。好，我来介绍今仔日有一位新来的朋友是张丽文吗？张丽文姊妹在后面伫后壁，咱欢迎伊。头一摆来到伫咱中间，欢迎你，请坐。好，等下礼拜三，咱会当继续交易甲分享。咱来读本周的金句因为拢是白话字吼，所以我来读一解。等下咱做伙来读两解。伊应我讲，我的恩典有够通满足你的需要，因为你软弱的时，我的气力才会当完全发挥。因为安尼，我特别爱夸口我的软，通互基督的气力踮伫我身上。哥林多后书12章9节。咱做伙来读两解，因为我讲，我的恩典有够通满足你的需要，因为你软弱的时，我的气力才会当完全发挥。因为安尼，我特别爱夸口我的软弱，通互基督的气力踮伫我身上。哥林多后书12章9节，搁一解，伊应我讲，我的恩典较通满足你的需要，因为你软弱的时，我的气力才会当完全发挥。因为安尼，我特别爱夸口我的软弱，通互基督的气力踮伫我身上。哥林多后书12章9节。即时咱来上演伫诗篇第392首，唱线咱请牧师来祝祷，请大家起立。愿咱得到主耶稣基督恩典，天父上帝疼痛，以及圣神的相通甲感动，甲咱正大家三弟弟对答直到永世代无煞。阿门。